保守线上兄弟姊妹，收看华语礼拜的兄弟姊妹，帮助阮常常亲近你，甲主连结，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还有3分钟。还有4分钟。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唱《软弱的我变刚强》。的羔羊，和散那。
来今天的礼拜。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因耶和华我们上帝殿的缘故，我要为你们求福。”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有你的带领，有你的引导，我们又平安的度过这一段的日子。虽然这疫情比较严峻，可是有主你在我们每个兄弟姐妹的心中，我们都得着平安，都无后顾之忧。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愿主你带领我们兄弟姐妹里面有生病的心灵有创伤的，求主你来医治他们，来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位兄弟姐妹都在主的面前来得着平安。主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无法实体的做礼拜，我们当中有很多兄弟姐妹都很渴望来到主你的圣殿来做礼拜，可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就都在家里面来收看直播，来与主同敬拜。主啊，我们求主你也是一样的带领我们每位弟兄，能够在家里面得着你的信息，得着你的平安，得着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我们将今天的敬拜完全交托在主的手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圣名有祈求，阿们。阿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今天的圣经是记载《使徒行传》第3章，《使徒行传》第3章，我们从第1节来看到第10节。《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口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筹计。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筹计。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第7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裸子骨立刻健壮了。第8节，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上帝。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上帝，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祭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以上。今天牧师所要说的信息是美门刚强的门，美门刚强的门。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愿神的荣耀与大家同在。赐福大家，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实体的礼拜，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仍然保守自己的身体，度过这一次世界的灾难，世界的疫情。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损失没有办法估计。看这一次的奥运是完全没有观众，没有门票的收入。说东京的奥运这一次注定是要赔钱，注定是入不敷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疫情所造成的世界性的经济的损失是没有办法估计。愿神带领我们走出这一场的疫情，也帮助世界所有疫情严重的地方。因为不只是台湾的疫情要好，是要世界的疫情也要都完全的恢复，我们才有办法以后你才有办法很自由的要出国。现在是整个世界的国门国境都是封闭的。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与你亲近，让我们献上公义的祭来荣耀你，让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来成为活祭。愿你的灵充满我们，愿你的生命来改变我们。主，让我们常常与你连结，你就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使徒行传可以说是一本记载圣灵的行传，从头到尾都是有着圣灵的同在。所以圣灵改变了耶稣的学生，圣灵也改变了当时候的世界。使徒行传记载教会的兴起、教会的扩大以及教会的成长。所以使徒走过的地方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工。所以我们很期待，常常说圣灵求你来。其实圣灵早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常读圣经祷告，你就会更体会圣灵的动工跟圣灵的同在。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它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就是路加。那路加是保罗的学生，也是一个希腊人，他的职业是医生，他的文笔很好，所以他写下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的续集。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在路加福音24章记载着耶稣的复活，然后耶稣显现给学生、给门徒来看。当时的情景是耶稣的学生害怕，甚至是心忙乱。他们说我们的老师不晓得去哪里了。他们听到耶稣复活
的消息，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所以耶稣显现给学生看，在24章的36到49节的这一段，让学生原本是非常的惊慌，但是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就除去了恐惧，这个平安带来可以说吃了一个定心丸，让耶稣的门徒有一个方向。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先生耶稣，他复活了，他其实还在人间，他的生命还永远存在。所以当耶稣看到这些学生说：“为什么你们的心害怕、惊慌，而且你们甚至愁烦，心里面有疑念？”38节，耶稣看到学生们心里是充满着惊慌、恐惧、害怕，甚至是愁烦，甚至是怀疑，因为他们怀疑他们的人生。我的人生，我跟随了耶稣，对吗？耶稣，他们的老师已经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一直怀疑他们的人生，他们很愁烦，我接下来的生活要怎么办？所以约翰福音记载着耶稣的学生又回去捕鱼了。当耶稣显现的时候，耶稣还跟他们说：“烤几条鱼来吃吧。”他们甚至说，耶稣的学生甚至捕不到鱼。耶稣说：“来，我教你怎么捕鱼。”结果最后那一次撒网捕到153条的鱼，网差一点破掉。那一次竟然让他们丰收。所以耶稣的学生惊慌、害怕、烦恼，人生不晓得该怎么走，怀疑他的人生怎么走下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带来勉励，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你们有平安吗？第47节，耶稣跟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跟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路加这样子写下来，所以路加也凸显了门徒是没有平安，心里面非常的乱。在平安之后，他们的确信更加的相信，内心更加的相信耶稣已经复活。所以耶稣已经复活，超越了那个死亡，胜过了那个死亡，让我们信耶稣的人有平安，是耶稣对所有信的人的承诺，是对门徒的承诺，也是对所有你读到圣经的人你的承诺，平安。所以我们的教会，所有的教会，不只是长老教会，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见面就是平安，平安。平安是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平安是我们彼此鼓励的方式，平安是确信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得胜，是所有的教会都用平安来彼此的称呼，彼此的打招呼。这也是耶稣对信的人的承诺。所以信耶稣是得到真正的平安。在门徒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得到，他们从惊慌、害怕，甚至怀疑，甚至烦恼、愁烦，改变。第二，圣灵让门徒变成了刚强的人。耶稣已经交代传福音的大事，在路加福音24章47节，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并且要从耶路撒冷传到万邦。所以传福音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耶稣11个门徒，那时候已经剩下11个，后来有抽签补了一个马提亚。所以传福音是耶稣交代这些学生要做的大事。那12个人怎么去完成这个大事？耶稣的学生那时候有这个能力吗？在复活节之后，耶稣复活了第50天，就是五旬节
当这些学生门徒们聚集在马可楼，圣灵降临，让他们说起了各国的语言。圣灵降临之后，耶稣的门徒得到了力量，他们已经不是在软弱的当下，已经不是在怀疑的当下，已经不是在怀疑他们的人生，而是整个改变。他们开始传福音，就是彼得面对着大家传福音。使徒行传记载着3000个人信主，然后并且他们开始可以行神迹，可以医病，可以赶鬼。今天在使徒行传第3章的记载，就是使徒行传第一个门徒所行的神迹。我们在看耶稣还没有复活之前，他还是以肉身在这个世上，在带领这些学生，在传道的当下，耶稣的学生会行神迹吗？会医病吗？会赶鬼吗？没有，福音书找不到耶稣的学生有任何行神迹的这些记载。耶稣的学生，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当我们的老师，当我们所跟随的这个耶稣有一日作王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成为有一个官位来做？所以他们自己在争，坐在耶稣右边的那个位置，到底是谁可以做？结果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左右都是2个，也一样是被钉十字架的罪犯。所以那些耶稣的学生心想说：还好哇，我不晓得跟随的人是对的还是错的，我跟随耶稣是对的还是错的。只是当耶稣复活之后，让他们看见之后，他们的人生的怀疑渐渐的翻转，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完全的翻转他们。所以耶稣的学生是在圣灵感动之后，圣灵的充满之后，变成传福音的使徒。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记载的教会的建立、教会的扩张、教会怎么遍传在当下的时候的每个地方，以及怎么写下教会受破坏。使徒行传甚至是新约教会里的开端的整个记载，可以说是一卷历史书，因为它按照的顺序记载。在整个使徒行传的中心经节仍然是1章8节。1章8节跟我们讲说，当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当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就必得着能力。门徒这些学生们，他们已经不是在室内聚会了，他们已经把室内已经走向了户外。因为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记载着学生们都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门窗关起来，不敢向人家知道说他们在这个地方聚集，是很秘密的。但是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开始走到户外，他们开始证实他们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是福音的使徒。所以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要做什么？要传神的道，要传复活的道。如果没有刚强的作为，没有刚强的心，没有刚强的灵，怎么可以做这些事呢？耶稣的门徒甚至刚强到愿意为主牺牲他的生命。最早受逼迫的耶稣的门徒雅各，在使徒行传也有记载。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灵的神迹是什么？是属灵的神迹。在今天的记载，我们看到彼得、约翰，这个医治是来自神的神迹。这个属灵的神迹改变了这个乞丐，这个属灵的神迹让一个软弱的人变成了一个刚强的人。这个属灵的神迹
也改变了耶稣的学生，成为福音的使徒。今天的经文主题经文《使徒行传》第3章，当彼得、约翰来到圣殿东边的美门，它是一个很美的门，所以就叫美门。这个美门跟这个行动不方便，每一天被人抬来这边要饭、乞讨的人，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对比。一个美的地方，配着一个行动不方便的地方的人。虽然这个场景是非常的对比，但是有时候这个也是对照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信主之后仍然是软弱的，就像这个美门跟一个要饭的，甚至是他没有办法自行起来行走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历练就像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个乞丐，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因为他看着人是不是能够可以要到更多的钱，更多的怜悯的心，更多的施舍。这个乞丐的心态就是一个机会者，因为他每个人都是他的机会，他只要看到人，他就觉得是这个是机会，这个就是贵人的机会，能不能多给我一些些，让我今天的生活就因为你给我，我就可以得到满足。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怜悯心，所以他必须要注视着每一个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谁是机会主义者？赌博的人，心有那个这个好赌成性的人，他每一次都觉得这次可以赢，但是不一定每一次都有赢，可能是输的更多。有些人他怕所有的神明他都要拜，他怕漏掉了哪一尊，这是心里面没有完全的平安。耶稣已经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所以信耶稣的人，我们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信耶稣的人，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美门跟这个乞讨的对比。拿破仑因为打了胜仗，所以他建了一个凯旋门，在法国巴黎那个地方，每个观光客到了巴黎，一定要去凯旋门观光，看它的宏伟，看它的美丽，看它的壮观。但是你可以想说，这个美门，这个圣殿的美门，跟这个乞丐是没有办法对比的。所以信主的人，我们有时候我们生命的情境，就像这个软脚乞讨的人，因为信主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因为你信主，当你经历了美门。很多基督徒，你可能是第2代、第3代、第4代。我们的生命不是信仰，不是可以遗传。信仰是要透过学习，要透过操练，要透过经历，你才能够变得更加的属灵，或者是你的灵命会更加的建造，会更加的健壮。不是你的阿公、你的阿嬷、你的祖父母信主，然后传给你，传给你的爸爸，然后再传给你。还是说我的阿祖信主，我已经是第4代、第5代、第6代的信徒，那我的灵命就很健壮。信仰是没有办法用遗传的，信仰只能够透过学习，信仰只能透过传承。我们上一代的信仰传承到你这一代，你这一代再把它建造，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人生都一定要有那个美门，因为你经历了圣灵的改变，你经历了上帝在你的生命的建造，从一个软弱的人变成一个刚强的人。这个乞丐一直看着彼得、约翰，看能不能够得到更多的施舍，更多的怜悯，更多的同情心。但是彼得也知道说惨了，
我口袋都空空了怎么办？因为教会也刚开张，可能这个已经50天圣灵降临50天嘛复活节到圣灵降临50天，这50天嘛，他们也没有什么去工作收入，反正都聚集在一起祷告。他知道说惨了，那我口袋空空，我可以给他什么呢？那彼得可以给他什么？约翰可以给他什么？彼得、约翰不是在说，你口袋有多少钱？我口袋有多少？我们凑一凑，施舍给他嘛。当然不是这样。彼得跟约翰看着他说：“我什么都没有，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我所有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以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要给他什么？给他一生的保障。所以祈祷的人，他要的只是一餐，要的只是3餐，要的只是他一天的需要。但是彼得、约翰给他的却是他一生所梦想的，他一生所期待的。这个保障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在这边乞讨，你也不用看人的脸色，你也不用在乎人的穿着，你也不用去寻找哪一个人可以给你更多。彼得、约翰给的是他不用再靠着乞讨过生活，他已经可以行走了，他已经可以靠他自己，也可以自由的往来。在美门的神迹的遭遇，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原本期待的是，我今天你可以给我更多一点，那我2、3天就靠你施舍，我就可以这样子过。他原本期待的只是多给一点，但是彼得、约翰给他的却是一生的保障。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靠别人扛着你来到美门的这个美门来乞讨，你已经可以靠着自己来过生活。他双脚已经可以站立了，这是多美的一个期待！是他一生的期待，是他一生的梦想。他希望他可以双脚站立，而且他不仅现在可以站立，他可以走，可以跳。美门成为一个软弱的人变成刚强的人的地点，美门成为让这个一生来瘸腿的他被医治，他成为刚强的人。所以美门是人的软弱被改造成为刚强的人的一个地方。我们的生命也需要有一个美门。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也是软弱的，有时候我们软弱到我们站不起来，有时候我们甚至软弱到我们活不下去。就像这次的疫情，很多人很多的行业的遭遇，所以愿神能够带来改变，让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软弱是全世界的，没有人是可以不在这个受苦的范围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我们更需要的是美门，让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所以我们虽然疫情降为2级，但我们仍然需要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更能走出这场疫情带来还不知道我们的受害以及损失有多大。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软弱的当下能够经历美门，成为一个刚强的人。物质的生机远不如属灵的生机。这个是属灵的生机，因为他要的不多，但是使徒奉耶稣的名给他的却是一生的保障，给他的是超越他所求所想的。所以他原本是需要一个物资，只要1天的生活费。如果我们用1天100块新台币来算的话，3餐就是在200多块、300多块的新台币。可是使徒所给的却是他一生的保障，所给的是他可以靠着他自己，他不用再靠别人的脸色。所以
当彼得、约翰向这位求讨的人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把他牵起来，让这些无法行走的人，那这个无法行走的人，他的脚跟他的脚踝骨立刻健壮。路加是一个医生，路加写下说，他的脚跟脚踝的骨立刻就健壮起来，然后就走着走着，甚至越走越高兴，越走越快乐，就跳起来。路加是一个医生，他知道说，这个不是人可以做的，这个治疗的事情不是一个医生所能做的，这个治疗的是圣灵做的，因为圣灵已经改变了这个乞讨的生来瘸腿的人。使徒延续了圣灵的工作，让圣灵的工作满足了人，也超越人所求所想的。我们知道医治的神迹不是人可以做的，不是彼得、约翰他可以做这件事情，而是背后有圣灵的同在，他们才可以做这一件医治的事情。所以圣灵是超越人所求所想的，圣灵的医治的工作是人没有办法做的，所以有圣灵的同在，才能够改变当时候的社会。如今圣灵也是同在，所以当疫情当下，我们更需要神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力量来翻转，来改变当下全世界一片的低迷，一片的害怕，一片的恐惧，甚至我们也不知道说疫情的尽头在哪里。虽然我们台湾已经看到降级，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是非常的严重，甚至封城，甚至大家都没有出门的自由。圣灵不仅改变这个瘸腿的人，也改变了使徒，让他们成为刚强的人，让他们起来传福音。我们看到使徒行神迹，圣灵与他们同在，直到教会不断的被建立，甚至保罗当时候成为扫罗的人也改变，成为耶稣使用的人，成为神所使用的人。耶稣曾讲过一句话：没有看见神迹就信主的人是最有福气。我们不是只仰望说神每天都行神迹，其实最大的神迹是这些耶稣的学生，他们愿意对抗当时候的罗马帝国，他们不为自己，他们宁愿走在福音的前端来传福音，甚至用他们的生命来殉道。这个是最大的神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想一下，坐在美门的那位瘸腿的人，他得到什么？他得到耶稣基督的名在他的身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走。这是一个命令，命令你起来行走。我们很清楚，如果没有医治的果效，那就没有办法证明圣灵的动工。但是这个在城门口发生的事情，是奉耶稣的名，是用耶稣基督的圣名的效能，才能够产生医治的功效。只有使徒他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现今，我们也可以奉耶稣的名来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刚强的教会。泸州教会是一间100年的教会，我们不能够小看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有圣灵的同在，如果每一间教会有圣灵的同在，都是刚强的教会。所以我们要绝对的信心跟确信，圣灵与我们同在。美门不是只在当下，在使徒行传记载在那里，美门其实是每一间教会都可以成为一个美门，让教会是不再软弱的，因为有圣灵的同在。美门是一片刚强的门，美门是我们有一起在参与服事，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美门的教会。美门是有奇事，是有神的作为的同在。所以我们的教会要有圣灵，要有神
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好美门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就像美门一样，人进来，软弱的人进来得刚强。愿神赐福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赦免我们，怜悯我们。有时候我们软弱，有时候我们的灵命甚至软弱。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美门，经历圣灵的医治，经历圣灵的同在，经历主来改变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求神你的圣灵今日依然动工，今日依然做工，在我们教会的身上，在我们每一个团契，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主不再软弱，让我们信主能够有刚强壮胆的灵。虽然我们的生命会遇到不可预测的遭遇跟灾难，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没有惧怕，没有怀疑，让我们像门徒一样勇敢、改变、刚强。愿你的话语时常来勉励我们，来改变我们，来造就我们。奉耶稣的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最后要用一首歌来彼此的建造。软弱的我变刚强。再次洗净我的罪，现在主的大慈爱，向着我永远追。和散那，和散那，定是释迦的羔羊。接下来我们要奉献，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在我们的线上预备您的奉献，因为虽然已经降2级了，那从8月3号开始，正是新北市的宗教场所可以开放，因为我们新北市的3级警戒，宗教场所的3级警戒是到明天到8月2号。那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也可以预备你的奉献。在干事上班的时间拿来教会给干事，或者你也可以用线上刚刚的ATM 的转账
国泰世华银行的这个账号。那愿神帮助大家，你也可以用转账的方式，也可以拿到教会。那渐渐的教会就是开放，到开放，然后我们等疫情指挥中心的宣布，再做更适度的开放。8月8号是同心团契主日，那我们就以同心团契的契友能够来教会为优先，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服事。有转账的弟兄姐妹，特别要在礼拜五中午12点以前来回报你的金额跟奉献的项目，以便干事要整理这些资料来登周报。以上我们的奉献的提醒。我们现在来读今天的经句，我们连续来读2遍，记载自《使徒行传》第3章第6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现在我们来看消息报告。教会消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7月27号到8月9号调降疫情警戒至第2级，公共场域人流控管或总量管制，室内空间至少 1.5 米。人与人的之间的间隔，室外空间至少1米以上。集会活动人数上限，室内限制50人，室外限制100人。依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告，小会谨慎考量新北市、台北市疫情仍有无法预测的变数，经测量教会3楼到4楼仅可开放到30个座位。疫苗施打年龄没有平均，18岁以下都还没有打到疫苗的因素，小会做以下教会礼拜及聚会调整的议决：周间聚会以视讯线上优先，到8月9号前暂不开放。第二，主日团契聚会以视讯线上优先，也是一样，8月9号之前暂不开放。8月1号，也就是今天的洗礼及圣衣典圣餐，我们延后择日再举行。8月8号适逢是同心团契的主日，以同心契友为优先，到教会来做礼拜。8月8号父亲节庆祝活动，我们也是延后择日来举行。以上议决是之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宣布，再做调整。8月9号前，敬请大家尽可能使用线上收视礼拜或线上聚会，希望8月9号后有更好的消息。这奉献的部分，就是说，刚刚牧师也有报告的，就是说我们有提供国泰世华银行泸州分行的账号，给各位会友来做奉献，请务必在当周五中午之前12点前回报你的姓名、电话，还是转账的日期跟银行账号金额、奉献的项目。入账后就无法变更，未能在周五中午12点前回报资料，该笔奉献将以主之名的入账感恩奉献，也无法记录个人奉献的证明之累计。此账号是仅开放以防疫期间来使用。第二，韩国三一长老教会来函，因全球疫情的严峻，今年暑假短宣仍然以线上祷告会直播方式进行。8月5号礼拜四晚上7点半，8月6号晚上8点，以3一教会短宣队
进行视讯祷告会，相关连结方式将公布于教会事工群组以及各团契和事工群组，敬请兄姐注意相关信息。我们为了教会影音设备更换工程已完成的，敬请兄弟姐妹大家踊跃来认捐奉献。我们现在每周礼拜三仍然有祷告会，是以视讯的方式来进行，祈求各位兄姐能够参与来参加祷告。第五，会计报告项目我们自己来看，还有团契消息。8月8号是下个主日，是本会教会的同心团契的主日，由团心契友共同参与服事。肢体相通及祷告，我们自己来看，还有中会教这的消息，我们自己来看。以上。这个礼拜四7点半要跟三一教会短宣队视讯祷告会，到时候牧师会po连结在各个教会的群组在我们教会的各个群组。那礼拜五是8点。一样都是用视讯的，那愿神祝福。这次短宣就是用视讯来进行，那也期待解封之后世界都恢复正常，才有办法再进行实体的短宣的交流。那这个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所以麻烦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次仍然用视讯的方式。那我们也感谢三一教会，他们的事工也一样不停止。透过视讯，因为在他们国内也是没有办法去短宣所以就是都是用视讯的方式那尽量减少人的接触跟移动。那他没有寄一箱东西来，这个有交给传道组那个龙真长老会来处理可能会用拜访的方式到各个会友去鼓励就是解封之后要记得要回来教会。可能先用这个方式，那等适度的解封之后，来到教会，大家可能都会拿到这样的一个礼物包括牧师戴的口罩，这个也是他在教会寄来的愿神赐福大家。我们现在来祝福的诗歌《四无与你》，我们吟唱完，请牧师来祝祷。神的恩典，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有一个美门的见证，与神的经历、圣灵的同在感动，让我们再次被建造成为刚强的人，师父我们的教会成为美门的教会，能够让人来到这里，软弱的心灵得到刚强，得到医治。愿神你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默祷必会。每昼必会。